哦，打草机要换个刀片，你看，他们竟然是向右的，哎，他竟然是向右打草啊，我们向左吗？哎，应该是向右啊，但是他们是向左啦。啊，对对，他们向左打草，结果那个都是用这个锯齿这边在打，很费力啊。那我们台湾的话，应该方向相反，应该是用这个锐利的刀片在打，这样才对。应该啊，方向反过来啊，应该要方向反过来。台湾的方向跟大陆的方向刚好相反啊，所以要这样。哦，啊都会夹草啦，哦，夹那么多草啦，夹那么多草，造成那个转速就受影响，很容易高热高温啊。都是这个夹草的问题，造成那个高温高热了，连电线都很热很烫，所以该偶尔就要清一清，偶尔就要清一清。你看，偶尔要清一清，这个都会造成那个草会卡住，草一卡住就会速度变慢了。还有一个转的时候障碍多，会造成那个卡顿效率差。